咁大家好啊！我哋今日要講嘅文章係蘇軾嘅《超然台記》。咁《超然台記》選自《東坡先生全集》，文章篇幅雖然唔長，但內容係十分豐富嘅。咁我哋今日主要講解嘅內容係主旨、段落大意同埋寫作技巧呢三方面啦。咁喺開始今日嘅內容之前呢，我哋先嚟簡單咁介紹一下蘇軾。咁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為呢個眉州眉山人啦。咁佢生於北宋仁宗景祐3年。卒於北宋徽宗建中正覺元年。咁佢同父親蘇洵及弟弟蘇轍三人並稱為三蘇啊。佢係北宋著名嘅文學家、書法家、畫家以及歷史志水文人。咁蘇軾係唐宋八大家之一。咁佢生平著作係非常豐富嘅，包括散文、詩詞、書畫，皆有卓越嘅成就。咁佢嘅文筆係縱橫揮灑，詩作奔放豪邁，清新暢達，富有理趣。咁佢同黃庭堅係並稱為蘇王。佢嘅詩作突破咗唐五代詞作華麗柔美嘅傳統。咁佢開創咗豪放詞派啦，同辛棄疾並稱為蘇辛。咁佢哋喺中國文學史上係歷史深遠嘅。咁而家就到道家思想啦。咁超然台記中所表現嘅由於物之外嘅逍遙，同埋物非有大小嘅齊物觀念，係體現咗蘇軾嘅道家思想。咁首先，蘇軾提倡心靈嘅獨立，追求內心嘅寧靜啦。文中提到：去雕牆之美而蔽菜園之居，背戶山之觀而識桑麻之野。此志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玉松充斥，而齋處索言，日食幾谷，人固而愚之不樂也。處之其廉而貌家風，發之白者，日而反黑，如寄樂其風俗之純，而其利民亦安如之處也。咁其次啦，蘇軾強調人應該同自然界和諧相處啦，尊重自然法則。呢個同道家嘅道法自然嘅思想係一致嘅。咁文中都提到啊，於是治其園圃，結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久遠之計，而原之不因誠以台者，舊繫稍葺而新之，時常與登南，況異是自矣。在此啊，道家主張無為而治。咁蘇軾喺文中都表現出一種隨和嘅生活態度，強調接受生活中嘅變化，不強求不執着。咁文中提到就係、台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潮，風雨之靜，魚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吉原疏，取其魚，讓述酒，律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咁最後啊，蘇軾喺文中提到：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咁呢句説話都體現到道家所追求嘅心靈自由同埋超脫世俗嘅理想。好，咁然之後就係到原文同埋譯文嘅部分啦。咁有需要嘅同學可以記一記低註釋。超然台記係宋代嘅散文，跟住落嚟我哋補充少少關於宋代散文嘅資料。宋代散文嘅風格好多樣化，就整體嘅傾向嚟講，佢嘅風格有4個特徵。首先係平易自然，佢摒棄咗華麗嘅詞藻，追求質樸流暢嘅表達。另外係邏輯暢達，佢注重行文同埋說理嘅清晰，同埋佢嘅用語比較精煉準確，唔會話好多繁複或者鋪設。另外佢嘅內容多數係反映日常現實同埋文人智趣。從唐代文學到宋代文學，散文主要嘅風格變化係在於佢變得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啦。宋代散文入邊有一種以建築物為題材嘅記，喺呢一類嘅作品入邊，除咗對建築物嘅描寫，仲抒發咗作者嘅思想感情，展示到佢嘅志向。而記嘅創作特色可以分為以下幾個特徵。首先係雙線嘅結構，佢分為明線，即係建築同埋景觀嘅客觀描寫。另外仲有暗線，就係講緊作者嘅哲學思考同埋人生理想嘅抒發。而喺藝術手法上面呢，佢有分兩種。首先係托物言志，而我哋超然台記呢篇文入邊用嘅係夾敘夾議，即係既有敘事，亦都有議論。佢嘅語言特色係用白描嘅手法，將哲理完美咁樣融合喺入邊。跟住我哋嚟睇一睇寫作背景。喺
喺寫《超然台記》之前，蘇軾經歷咗父親同埋妻子相繼去世嘅悲痛，因為政治原因，佢請求外任，同弟弟蘇軾分離。《超然台記》寫於熙寧8年，當時蘇軾在密州任職，密州嘅環境比較惡劣，治安亦都唔好。一開始蘇軾感到唔適應，後尾慢慢適應咗落嚟之後，佢就開始修整佢嘅居室同埋園林。蘇軾將原北面一座靠近城牆嘅比較殘破嘅台修整得煥然一新。弟弟蘇軾知道呢件事之後，就將呢座台命名為超然台，並寫咗一篇賦送贈。因此蘇軾就寫低咗呢篇題記，表達自己無所往而不樂嘅心境，超然物外自得其樂嘅心境啦，同埋佢隨性自適嘅生活態度。跟住我哋嚟講主旨。超然台記雖然係記，但係實際上佢係記體嘅變革。古文觀止曾經評價呢篇文章，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呢篇文章特別嘅地方在於，佢同傳統嘅先敘事後說理嘅格式唔一樣。首先，佢推論出安往而不樂嘅道理，表明無論身處咩地方都可以快樂。跟住論述福禍、善惡、喜悲嘅內心交織，主要係因為不由於物之外嘅原因。然後轉為敘事，談及密州嘅境況、收台嘅緣由，以及台上嘅盛景，抒發登高遠眺嘅情懷、四季招募嘅景致同埋與友同遊嘅樂趣。最後歸結出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由於物之外也嘅旨意。呢篇文章將議論、敘事、寫景同埋抒情結合得好融洽，渾然天成。超然台記係一字立骨嘅典範文章。一字立骨指嘅係文章集中可以用一字或者一個詞就概括晒全文嘅要旨，用佢貫徹成個佈局嘅中心。而超然台記就係以樂字為主線，而呢個樂係源自於蘇軾超然物外嘅心境。呢種對人生嘅執着同埋超然物外嘅精神，體現咗蘇軾性格入邊堅定、沉着、樂觀同埋豁達嘅特質，所以佢可以喺逆境中始終保持濃郁而旺盛嘅生活情趣。咁嚟到段落大意嘅部分，咁成篇文章就分為咗3個部分啦。第一部分即係1、2段，屬於虛寫，探討咗福禍、悲喜、憂樂之間嘅關係。第二部分3、4段係實記，描繪咗收台遊樂嘅情景。第3部分就係起咗點題嘅作用。第一段正面闡述咗凡物皆可樂嘅道理。蘇軾喺文章開首就提出咗主題句凡物皆有可觀，作為立論嘅基礎，正面說明咗世界上所有嘅事物皆有值得被人們欣賞嘅一面。佢指出，既然存在有可觀之處，自然會帶嚟快樂，以舊有可觀，皆有可樂承接文章嘅骨幹樂，強調即使係平凡之物亦都可以帶嚟快樂，唔一定要追求奇特貴麗嘅事物，暗示咗知足同埋樂天嘅人生態度。佢提出暴遭絕離同埋果蔬草木都可以使人沉醉同埋充飢，說明咗只要滿足基本需求就可以自得其樂，推導出唔安往而不樂嘅結論。透過喺苦悶嘅生活中尋找樂趣，能讓人們更樂觀咁面對人生嘅不如意。同樣地，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排擠出朝廷外嘅蘇軾，亦能喺困境中展現出浪秀灑脫嘅心境。第二段闡述咗主題思想，顯出蘇軾對道家思想嘅崇尚。蘇軾認為人們都追求福祉而避開禍患，福係可喜嘅，而禍係令人悲傷嘅。佢指出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咁樣意味住人們嘅慾望係根本上無法被滿足，所以最終人們面臨嘅選擇係到底係要成為一個願意將資源讓俾其他人嘅好人呢，定係要將機會攬入自己手中嘅壞人？咁樣難免喺人們嘅心裏面產生爭執。隨住時間嘅推移，人們漸漸咁感覺到快樂嘅事情少，傷心嘅事情多，因此是為求禍而辭福。咁樣等同於追求災禍而避開幸福，咁唔係同人們所追求嘅目標相悖嗎？呢啲人被外在嘅事物所蒙蔽，局限喺具體嘅事物之中，無法自由馳騁喺事物之外。其實事物本身並無大小之分。如果僅僅從事物嘅內部去觀察，就會覺得佢哋既高又大，令人眼花繚亂，難以對事物作出適當嘅判斷，從而產生好壞、美醜以及憂樂、悲喜嘅情感。第一小段同埋第二小段之間相互對照，論證只有超然於物外先可以無往而不樂。以上兩段都係虛論，但係就暗中指向蘇軾自己。第三段嘅段落大意可分為2個點。首先敘述蘇軾自身嘅經歷，帶出收台嘅背景；其次描述清掃庭院、修建超然台以及與賓客登樓盡情歡聚嘅情況，承接上一段嘅心境。作者因樂而收台，以台為寄託，由寓至錢塘而守郊西。接着簡述咗初來乍到時嘅惡劣情況。前半部分主要描述佢初到密州後嘅生活狀況。開頭以3組公正嘅排比句，對比咗從錢塘調到郊西後嘅生活，可見密州嘅環境遠不如杭州。密州嘅收成不佳，盜賊橫行，治安欠佳，且美食稀缺，好多人都認為佢一定係非常之唔快樂。由於是治其園圃，結其庭宇，至放意是自然。後來利民此安。蘇軾喺密州安頓之後，以於是相成，引出下面自圓收台
登台遠挑嘅示意之情。呢座台原本已經相當殘舊，蘇軾將其修葺一新。台修好咗之後，蘇軾成日都同友人一齊登台攬景，舒展心智。咁樣顯示出佢雖然身處困頓，仍然保持住超然嘅初衷，悠游自得於困境，呼應文首無往不樂嘅旨意。第四段具體描寫登台所見嘅景象，並引發情感。蘇軾描寫咗佢喺台上所見嘅景色同埋活動情況，並在此流露出懷古傷今嘅情懷。首先，佢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分別描繪咗台上所見嘅景色。詩上賦齊威公之圍列同埋詩淮陰之功，而調其不中，講述咗佢喺觀覽山水嘅時候對隱士盧騖、齊太公、齊桓公、淮陰侯等人嘅懷念。西面可見木靈關地勢如同城郭，仍然流傳詩上賦姜子牙同埋齊桓公等政治家嘅遺風。北面俯瞰渭水，令人不禁感慨，諗起淮陰侯韓信嘅功業，哀悼佢未能善終。佢哋幾人或是或隱，都已消逝喺時空嘅變遷之中，僅留下遺址，供人憑弔而已。下面再寫佢喺台上嘅活動。呢座台高而穩，地方寬敞明亮，冬暖夏涼。蘇軾成日都同友人登臨，聚埋一齊飲飲食食，所以發出悠哉遊賦嘅感慨。呢段描述有啲類似歐陽修喺《醉翁亭記》裏邊所描繪與眾同樂嘅情景，而蘇軾嘅作品則較少涉及政治理想，更多咁表現佢喺面對困境時自我調節，顯示佢受到道家思想嘅深刻影響。由於寫登台所見，引出好多古人或成或敗，最終都歸於空心留勝跡，供人憑弔，透露出蘇軾唔沉迷功名得失，隱約襯托出佢超然物外嘅胸懷。第五段起到點題嘅作用，蘇軾寫登台四望，觸目感懷，見景生情，表達咗佢因仕途失意而懷念超然物外嘅隱士，仰慕功臣嘅卓越業績，亦都為嗰啲未能善終嘅良將感到不平，展現咗佢渴望超脫自然，卻又難以完全做到嘅矛盾心情。首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描寫咗超然台本身嘅特點，展現咗台嘅優點，流露出蘇軾對台無比喜愛。其次，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到若樂哉遊乎，記述咗蘇軾同埋友人常常遊覽台上，享受遊玩嘅樂趣。因為對台嘅喜愛，蘇軾同客人無論雨雪之朝、風月之夕，都成日登台遊樂，親手烹飪美食，飲酒作樂。再次回到樂嘅主題。最後文章點題，方士時，余弟子遊昔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呢段說話解釋咗命名為超然台嘅原因，強調咗蘇軾對於超然境界嘅追求。咁接下來我先講一講寫作技巧嘅部分啦。咁我先會講一講大致嘅寫作特點嘅。全文係以樂字為主線啦，貫徹始終，被稱之為一字立骨嘅典範文章。而議論同埋記敘相結合嘅方法，從虛實兩個方面講述主旨。全文有濃厚嘅老莊思想啦，從文資到文風都受到莊子極大嘅啟發嘅。一般嘅記體文章多數都係先寫環境，然後再抒發自己嘅情感同埋想法。而本文一開始就大家議論，然後先人題記敘，最後以理收筆啦。前後都係緊扣一個樂字嘅。議論同埋記敘相結合嘅方式並唔係好常見，而文章前半段先說理係因為咗俾讀者先了解佢嘅諗法，咁樣先可以更加明白佢喺惡劣環境之中都可以自得其樂。而本文嘅文句屬於駢散結合啦，句式靈活，體現出宋文平易自然嘅風格特點嘅。咁跟住落嚟，我哋一段一段咁分析每一段入邊嘅特殊句式啦。咁首先第一段入邊開頭咧係一個省略句嘅，咁省略咗者字啦，只可以觀者，值得觀賞嘅地方。然後呢段文字入邊咧都有兩個使動用法嘅，最後係一個倒裝句啦。咁實際上呢個句子嘅實際排序應該係吾往安而不樂，係屬於賓語前置嘅。然後就嚟到第二段啦，咁第二段咧係有一句反問句嘅，透過反問嚟到強化對於世俗執念嘅否定啦，引發讀者嘅反思啦，同時亦都係屬於反諷人們沉溺於物欲嘅荒謬啦，隱含住對世俗價值嘅批判嘅。然之後就係有兩句倒裝句啦，咁分別正確嘅語序應該係彼於物之內遊，而於物之外不遊。然後下一句就係而可以觸吾欲之物者有盡。咁呢兩句分別係屬於介詞結構後置啦，同埋定語後置嘅。而呢段文字入邊大致嘅意思亦都可以呈現一個對比啦，分別就係對於世俗求福朝禍嘅執念，同埋由於物外嘅自在，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咁接下來係第三段啦，第三段一開頭就用咗三句對偶句進行咗一個排比啦，然之後就係佢呢度都有一個倒裝句嘅，正確嘅語序應該係白之發者日以反黑，咁係屬於定語後置嘅。
而開頭嘅排比句啦，都係攞嚟可以做到一個對比嘅，就係分別對比作者喺杭州嘅繁華同埋去到密州之後嘅生活進行一個鮮明嘅反差啦，突顯出作者隨遇而安嘅心態。呢段入邊都有兩個比喻嘅成分啦。咁首先係彩泉係用作比喻居室簡陋，而雕牆係用嚟比喻居室之美嘅。咁跟住嚟到第四段啦，第四段咧有一個通假字，咁咧正確讀音係讀現嘅，即係解若隱若現可以看見嘅意思啦。而呢段入邊最重要嘅寫作手法啦，就係用咗四望法同埋用典嘅，所以通過四望法嚟到描寫超然台四方嘅景致啦，從超然台四望鋪陳東南西北之景，透過空間嚟到展開意境，同時亦都喺空間描寫入邊融入咗歷史記憶啦，例如話齊桓公姜尚嘅遺跡，借景抒懷啦，隱含對自身境遇嘅隱喻嘅。而呢種方式形成咗一個空間、時間同情感嘅三維交織啦，令到景物承載住文化嘅厚度同埋人生嘅感悟。最後就係第五段啦，咁第五段咧係分別有一個倒裝句嘅，咁呢個倒裝句咧正確嘅語序應該係由輔落載，係屬於主謂到。最後嚟到第五段啦，咁第五段咧有兩個重要嘅點咧，咁首先係一個倒裝句啦，咁正確嘅語序應該係由輔落載，屬於主謂倒裝嘅，然後最後就係有一個感嘆句啦，咁用感嘆嚟到收尾，呼應前面嘅落字。咁跟住落嚟，我再仔細咁講一講呢篇文嘅每一段寫作特點啦。咁從結構佈局嚟睇，本文整體起承轉合，層層遞進。開篇首先立論，首段直接提出萬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嘅核心觀點，通過辯證論證由於物內嘅哲學命題，呢一種以議論開篇嘅結構，打破咗傳統台記嘅寫法。中間嘅部分就轉入敘事，以示正理，借收台敘事抒發感想，先講述自己從杭州調到去密州嘅經歷，強調去車就揀嘅生活轉變，暗示自己超然嘅心態。然之後就係收台嘅過程，通過伐安丘高密之目，以修補破壞等細節，以具體嘅行動呼應安於簡樸嘅主題。然後就係登台四望啦，從超然台四方景致引入歷史典故，流露出懷古傷今之情。觀覽山水而悼念古人，成敗與否都會消失喺時空變化之中，只留下遺跡，透露出作者不溺於功名得失，可以超然物外嘅胸襟。同時因為作者自己本身仕途失意，所以先會因景生情，仰慕功臣建樹嘅業績，但係又為佢哋不得善終而鳴不平，表現出作者想超脫自然，但又好難完全處於超然狀態嘅矛盾心情。而喺結尾部分啦，就係同前面進行一個呼應啦，昇華主題。文章最後寫呢座台嘅命名，再一次點題，而用落載由輔嚟到進行收尾，回扣開篇嘅落字，形成咗一個首尾呼應嘅移文結構。同時啦，喺佢生活細節上面都體會出佢對哲學嘅體會。文中一啲對生活嘅描寫，例如話揭元梳取池魚釀述酒，就唔係單純記事嘅，而係通過具體嘅行動展現出簡樸中自有真樂嘅理念，將瑣碎嘅事情提升為超然精神嘅載體。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咁多位同學。